就讀酒店及旅遊學科，你可以喺模擬工作環境下學習。畢業嘅同學可以投身機遇處處嘅酒店、餐飲、旅遊及康體文娛等唔同行業。酒店及旅遊學科涵蓋三大範疇：酒店及餐飲、旅遊及會議展覽、康體文娛及運動。旅遊及會議展覽同埋機場營運管理，涵蓋全面專業知識，並提供相關行業嘅實習機會，為未來升學及就業做好準備。康體文娛管理可以學到會所管理知識，仲可以參與大型活動。如果你有興趣加入精彩嘅款待業，快啲報名啦！